Hello，大家好，我係 Vicky Learner。今次要分享嘅就係我俾澳門名校呢幾間係封為澳門名校包括有澳門庇讀學校、澳門新華學校、澳門方中學校同埋創新中學嘅。依家我係支持呢幾間學校嘅。我依家讀緊其中一間名校嘅，叫做庇讀學校。佢哋係英德嘅，因為歷史悠久啦。學生校友多數出嚟都係做政府工作啦，同埋做官嘅，同埋做博企嘅。有啲係澳門代表隊添，有啲係喺清華大學讀書添。係唔錯㗎，呢幾間名校係我心中嘅名校。多謝晒，thank you。